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咧》，我係 Rita 玉天。今下 Rita 簡單彈一下吉他，喺咩本大家知道？哇，彈起了一溫柔呢。其實木吉他每走在走出動又發力、很熱血的節奏哦。喺《福氣來咧》今日嘅節目，當當為大家繞搶到台灣第一隻只彈吉他 fingerstyle 嘅雙人嘅組合哦，佢哋非常嘅強嘅，非常用心地來推廣佢哋所最愛嘅木吉他。你細細來分享你兩位先生，兩位老師好，先生好。Rita 好，大家好。大家好，我係烏丟啲嘅莊聰林。大家好，我係謝維。嘿，兩位先生今日來到節目當中，我們節目是三吉他，但是我想我把它放回去好了，我不用這樣好了。今日先生來到節目當中哈，其實介紹你哋最愛嘅木吉他給大家。你哋講先生係客家人，你了解係你客家好朋友，其實用音樂來交朋友，咪係你客家人最好最熱情嘅事情啦哈。咁今日既然來到節目當中，咁就得先幫大家談看，到底什麼叫做只彈吉他 fingerstyle， 他咪就客家歌好咧。哦，好啊。今日我就喺度來彈一首客家一當有名嘅歌，都頭髮開啊，桃花開。好，謝維老師，頭髮開做得嗎？對，對，做得。好，掌聲鼓勵。直接開始。大家有發覺嗎 ？fingerstyle 就是手指要很多的動作，手指係非常的發條，就是很靈活耶。兩位老師當初是因為喜愛吉他而結緣認識的嗎？係可以咁嚟講，喺度我推以後我到樂器行都會教學生嘅。嗰時候謝維佢咩讀樂器行，但是同冇強嘅樂器行啊。佢有設計作品，到嗰時候我就同佢作品，我就當欣賞佢作品啊。我就想以後每天也可以合作來安尼做一個安尼樂團係啦。哦，跟謝維老師，你用為老仲林老師教他說是怎麼會真的兩個人一起組成樂團？那個時候，我記得在前一年，就是我剛認識仲林老師的時候，他就囊括了台灣地區所有指彈大賽的第一名，他拿了大概2個到3個第一名吧，我印象中。所以就在要開始我們累積創作要表演的時候，然後就想吧，有一天一定要跟他一起同台。對，所以那時候我們2個因為同事的關係，剛才仲林有講，所以我們就組成這個團。那因此我們在剛開始在live house 的表演或者是街頭表演，我們都會輪流彈奏我們獨奏的作品，也會有合奏的作品。對。哇，所以創團是我哋當初2008年，對不對？2008年嘅時候係冇錯。開始表演，我知道你哋一腔，因為都見哦有青島嘅作品咯，當然你哋一下最喜歡嘅 fingerstyle，你講。彈吉他哈，就是你簡單刷口好像都沒什麼，不過真嘅很 solo， 韓國呢，你要自己彈出的東西，這個你的手指就不簡單了。做咩會按咪呢 ？fingerstyle 的特色在哪裡？因為按呢方式吼，佢
有唔要单单做弹用安尼弹吉他里面，佢还有加入安尼一些节奏的部分。比如讲，做得示范一下了。譬如讲安尼。好，还有安尼节奏的头，加到安尼吉他底度安尼。哦，他会拍打琴面嘛？古颂你跟 fingerstyle， 它其实结合了旋律，然后好像也和声，还有节奏。所以鼓啊、贝斯的根音啊，然后旋律都有了。古颂你的一三年都是一人分饰三角就对了。一模行啊。因为呢就喜欢的嘛，敢不有人讲因为 fingerstyle 后来这几年在台湾非常的流行也有人出蛮多演奏的专辑哦。不过大家对吉他的音色还那讲，好像大部分都是伴奏。伴奏不过要他 fingerstyle 要他编奏就是一个主奏的角色了。还有另外一种的演奏的形式，按尼独奏的某种啦。系啊哈，也哈爱听到累积青豆的作品，也发行了好多张，无论是专辑或者是单曲哦，真的非常用心哦。恭喜恭喜！那也哈呢，今早在唱到 VN 个演奏新的作品，叫做《湛蓝海岸》，那非常喜欢耶稣曲的。好 ，OK。湛蓝海岸，耶！ 1 2 3。你两三默契紧紧动喉哎，而且不管是要渐慢，或者是要强要弱，两三也配合动喉。对，两位大师要能够一起共下来合作，系唔系？之前咁有嘛嘅青岛嘅沟通，也系讲要边我来弹，要边你这样弹。其实平常都会练习家下做推沟通啦，讲一片系唔主奏。 主奏硬音量做较太出来的位，挨伴奏的方法做较好推的位，系啊，安尼做到安尼音乐性的部分安尼。系哦，佮家要素歌曲系慢人写嘅，慢人创作嘅。要素歌的旋律吼，一庆祝会写为上多的。嘿，要咩系一个成团加体艺术的。也系体艺术歌曲，非常有意义耶。佮伊也哈演奏，爱知道。 我当唱做得想象，我自家想象到当初创团的那种心情，系当轻松、当快乐、当期待，而有一个团体做得好好发挥自家嘅木吉他呢。其实要做安尼想啊，佢说人家体术歌的吼，人家就表现到安尼较活泼的感觉，较安尼。等于安尼希望的感觉安尼。
后生嘅气氛。后生气氛。我哋一下呢青岛嘅粉丝睇呢你哋吼，非常期待你哋大摆出青岛嘅演出哈。亚速歌曲呢，应该喺大家看表演嘅时节哈，常常会回味无穷的。听错一点，创团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好，等下节目当中將有請先生繼續為大家介紹我哋新嘅作品哦，還有我有請大家共下來加入 fingerstyle 嘅世界哦，了解下繼續進來哦。老师，分享张伟老师，谢伟老师。哇，刚下谈两改性上，哎用音他很美，记得哇动工耶。这首歌《Summer Summer》真的让大家有一种初夏的氛围耶。老师，刚刚两位是有一点在较劲的感觉吗？噔噔噔噔。对，我们就做一些对话了。对，讲对话安子出来，其实用音啊哈，两把吉他，两个人有时候担任伴奏，有人担任主奏嘛。两个乐器之间，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线条一直在交叠。这也是很过瘾的地方，对不对？对，我们的作品哦，就是我们会用彼此会交互这样做主旋律的弹奏，有时很矮，弹啦按啊就海团就般写为安尼。安尼就像 Q 安尼搭来搭去哈，像讲白用安尼啊。耶稣歌曲谈讲嘿酝酿清旧张油诶，这首歌曲酝酿了很久才写出来，才把它变成一个成品嘛。对，这首歌其实是我们有一年到在龙凤渔港，对，也是一个活动，然后我们去那边玩表演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想到这个旋律就是我们的主歌。但是这个动机想出来之后，一直都没有把它完成。那就是到去年，我们在夏天举办了一个演奏会，我们就把这首歌给完成了，而且还加入了管乐，还有打击，还有低音吉他 bass 的部分，所以整个乐风就会变得很热闹。哇！要不要说歌曲给编曲也特别邀请了台北爵士大乐团李成玉老师帮你们做整个管乐的编曲哦。那时候都是。有演奏的时间会青台旁系嘛？会很多人吗？系，就有演奏安尼歌曲的时候，迄个讲场地冇问题，反正就尽量要安排安尼
清火的编制啊。哇，就青苔旁人啊嘿啊哈，本声音非常的丰富哦。当然，我听到耶稣歌曲，要对你的性格专辑非常的有兴趣。从2008年成军开始，从2009就开始出专辑哦，一直到今年还第6张专辑嘞，第6张专辑嘞。哇，真嘅差唔多当年就有专辑嘞，非常强诶。本大家看一下哈，亚总专辑2的 N 次方。老太太好好介绍一下好吗？这张专辑其实收录了我们，因为我们08年成军到现在，其实刚才有提到4张 EP、2张专辑，其实很多曲目，但是更多的曲子我们都没有收在这几张专辑里面。那这次在16年年底发行的这张专辑，我们希望把我们以前没有收到专辑里面，甚至是我们新歌，通通的把它集结成一张新的作品，然后带给大家。那2的 N 次方是因为仲林去年的时候，他一开始在经营自己就是有关指弹的事业。那我们我自己又有另外一个乐团在经营。可是当我们2个回到无敌，就是我们要用这个乐团创作音乐和带来作品的时候，那个状态又完全不一样。可是他感觉1+1。就是那个，我们也许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就是很久没有聚在一起的时候。可是，当我们深入去讨论的时候，发现，这些年来我们的成长带来的作品和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才有2的 N 次方这个概念产生。哇，故说要总转型咩累积19哦，用3年。本来都是1，但是你们1+1就大于2了。好，因为2的 N 次方就会带本太嘎很多想象的空间，你也可以说它可以是什么，它就是无限大的意思了。故事太嘎看到呀，转辑嘅设计哦，是特别用不管是线条跟圆啊，它就是一个 circle， 然后无限的循环，那你也可以无限的去想象跟延伸，係按你嘅概念冇？冇唔錯，係啊哈。先生嘅從專輯底度啊，10首歌曲吼，加頭前有聽到 Summer， 係先生嘅作品嘛哈。韓國我底度唱看到永保安康一首歌曲，哇！我只係聽到嘅時間，我知道新冠度青少年呢，我嘅創作嘅背景，聽一歌名就知道有一種寧靜感。一首歌嘅吼係2011年嗰年，人家喺本上有機會參加沖繩音樂季，但是前一個禮拜就拄到佢台鐵通，就因為安尼佢發通出氣球睇咧，就人家就因為安尼看到佢哋災情啊，就想講下一首歌嘅送俾佢哋，希望佢哋可以用親切嘅方式，佢重新來佢屋企家園啊，來建立起來，安尼不是人下一首歌嘅，一首歌嘅喺度，同2的 N 次方一張專輯喺度。邀唱到台灣當有名嘅就編曲老師，很多陳飛武老師，唱起來替一首歌來編曲。前面一開始有聽到嘅安尼細年嘅上出嘅佢夾拉嘅，叫做唱夾拉來哼一首歌嘅。嗰個前面嘅肢體係佢陳飛武老師去甲配嘅安尼。哇！聽起來就知道整件情感都有幾種本人安慰到嘅感覺吼。啊啲一種專輯呢，還有青島首歌曲，當初係用啥腔下來完成係嘛？係啊，腔下完成。係啊，各位謝偉老師同大家介紹一首歌曲，介紹一首歌曲。就剛才永保安康這首歌，我還想多補充一點，就是我們一直以為寫這首歌是要獻給我們的家人或親友，可是那個對象我們沒有那麼明確。那因為我們找了陳飛武老師以後，他剛好就是兒子還小，那我們有時候錄音的休息時間，他就會跟我們聊這個跟他兒子互動的關係。所以當他把兒子的歌聲還有陳飛武老師吹那個笛子加進去之後，如果聽眾朋友、觀眾朋友有興趣的話，可以這張專輯買回去聽。聽永保安康的時候，把音量轉大一點，你會發現前面有一段音效，那音效好像在外面，那是陳飛武老師特地到他帶小朋友去公園，小朋友在公園玩的時候，他在公園錄的。所以當這首歌做出來以後，我們回來聽啊，真的是
可以感受到一个爸爸很自然那种爱，对不对？对对对。应该发觉到亚种转型，唔但讲讲到自己的梦想，里面传达你们对于生命当中很自然爱的流露哦。就是要推荐文大家，等下在咱节目当中，当然还有很多精彩内容啦，大家分享哦。福气来咧，好消息来咧 ！Rita 为了大家推荐了极大值的演奏会，是才非常带大家穷下来参与哦。老师们，你们一直都会举办很多的快闪活动哦。那个观众朋友，你以前没参加过呢？东打怂成吗？但是有这个演奏会，就是欢迎大家一起来。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活动吧。我们在6月10号后台咖啡，然后有举办这张专辑一个专场的演奏会哦。那大概是我们最近唯一一场会把我们专辑面，我们尽量把我们专辑面完整的编制呈现给大家。我算过，我们其中有一首歌在台上，我们才2把吉他，但是那个时候同时会8个人在台上，就我们邀请很多乐手老师跟我们合作，那其中也包含了熊宝贝吉他手魏俊，然后当然也有我们2个人2把吉他的配置，还有加上一些简单的打击乐器的，所以节目其实很精彩，所以希望大家来看，不然会后悔的。会后悔的。好，第2位呢，请线上到台大郑重推荐，什么时候到哪里去看？6月10号在台大体育馆的2楼后台咖啡。就是明天嘞，是黑天公日了，所以大家天出8几岁，共下来参与了演奏会哦。刚下呢，大家谈到线上，头先有谈几位作品，还没觉得哇，非常的精彩哦。其实呢，他们之前呢就有在他们的这个网站上说有个惊喜要给大家。不过呢是看大家兄弟们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要公布这个惊喜，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影片，惊喜就在里面哦。稍早的期盼了演奏会极大值，一定要去支持。还有，你刚才在看这个 MV 的时候，我看到里面就是用专辑的概念去做影片的串联，其实应该感觉到好像很多的种子
很多正在茁壮发芽，甚至更茂密的大树，不断的在产生，也是你们要推广的一个理念，也是你们投入音乐的一个热情，对不对？嗯哼，我们这张专辑有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讲，做嘛讲2的人翅膀，就像一只种子去亮片的嘛，去慢慢的发芽，就影片要亮片，要亮撒发芽，变成一座森林。哦，就要亮片呢？英国还快你讲啊，系啦，一座森林安尼，就由很小的地方到很大的地方安尼。我知道吼，坚持梦想还非常好诶，睇下咁啲哈，因为仲林老师呢拿到青岛嘅冠军嘛，刚刚谢伟老师有说，影片呢佢得到3项嘅部分，唔知讲第一項部分係乜嘅？第一項部分哦，就去年去美國去參加一個 fingerstyle 當有名嘅一個比賽，世界大賽，係啊，最有拿到安尼第3名嘅一個名次，很強哦，幸運啦，就因為安尼。拄到安尼頒獎典禮上邊，就讓我嘅未婚妻就去求婚啦。哇！睇下看下相片，睇下相片，有獎杯喺第一項部分，還有有 guitar 喺第2項，第3項卻喺生命當中不可或缺的 Beyonce。哇，很幸福哦！嗰時候追求夢想呢，係講很早吼，你的夢想都會一一實現，係冇？嗰時候也係兩位呢啲一路行吼，音樂嘅歌場。其實應該有很多要感謝的人吧，包括家下你看 MV 底度，那就是你們演奏會的一些嘉賓嗎？人家就要請佢哋來聽一隊演奏會啦。嗰時候現場有青島愛好音樂的朋友，還有支持你哋嘅粉絲們好，還有音樂人們好，都會到現場來支持哦。給一下加油！節目嘅機會啊，有冇想要感謝嘅一深度嘅話，我留大家分享嘅？請感謝就係人家就一路支持人家的聽眾朋友，人家從09年開始表演到以下，其實有當多安尼朋友就一路陪伴人家。佢人家去年為到一隻專輯，人家做募資，叫做咩動天數。有贊助人家安尼資金啊，俾人家可以完成一種作品，係啊，就當感謝佢。但還有人家其他爸爸媽媽啦，係啊，因為佢哋咩俾人哋冇後顧之憂，去俾人哋做音樂安尼，當感謝佢。係啊。唐公也有粉絲哦，支持你們粉絲，也還讓你的變做朋友嘞。然後你們的很多活動，他們都是真的是全心的投入，完全全力嘅支持你哋啊！哈，給老師你這個呢，有冇感謝嘅話？有沒有什麼感謝的話、心裡的話？甚至在音樂這條道路上，你有沒有給大家一點鼓勵？其實烏力剛成團的時候，我都覺得有一句話雖然很老掉牙，但是真的是，就是當你真心想要完成一件事，全宇宙都會幫你。就是如果各位朋友就是有想要，真的有那個動力和慾望，想要去做某件事，那就勇敢去做。哇，你周遭的人都會幫你的，我覺得是很棒的事情。所以，一直到今天，我們成團9年了，那可能明年就10週年，我們可能要辦一個紀念會之類的。應該要，一定要哦。對，那真的很感謝，就是這樣一路陪我們走上來的朋友，然後尤其是我們的家人，對，那真是謝謝大家。哇，感謝大家。好，第7名呢，來再一次來到大家嘅時候，節目當中今日談的係Summer，還有呢剛剛那個 MV 就是煙火釋放前，還有青島嘅最大值，這張專輯裡同樣的同名歌曲嘛。還有王老先生有隻驢，怎麼會有隻驢？不是有塊地嗎？都係有咩故事呢？有青島嘅故事，要留大家分享下嘛？一首歌係，因為記得幾年前呢，一度要參加一個演出，呢個演出其實希望一度可以改編呢童謠啊，好，改編童謠去做演出。人家就想到留一兩首歌嘅，王老先生有塊地，佢還有。我有一隻小毛驢，嚟佢嚟夾腔下係啊，嚟做一首歌嘅。佢哋都有一團咧，一度落嘅啲都係按你旋律嚟
改替直直的，改到安尼较小调的感觉。变奏变奏。系啊，有点安尼，伊幽默安尼感觉。他甲因教育讲，有买一张专辑可以弹。嘿哦，先生甲我讲，买亚当转是做得弹哦，非常赞哦。其实我今日看到永宇先生，我非常的佩服，就是除了你的在弹奏乐器上的热情跟教学推广之外，我知道你的有一件事情。当初也就是你们不断的创作，用啥都有自家的作品，不断的写东西，保持安尼个热情，还有对音乐安尼个生命力了。我觉得创作它是非常棒的动力，可以让自己不断的往前走。没做的感受到，原来我也哈个从台黑嘛个，从自己出发去写下你觉得很动人的乐章。就是我觉得两位老师非常棒哦，技术创作，还有呢当年都要有作品，明年还第10年系嘛？第10年了，第10年一定哦。好，有办一个10年的纪念演奏会啊，邀请大家共下来哈。第一之前呢，我说就先老大家推荐一下最大值咯，就天公爷在晚上的7点。就可以进场了。晚上8点正式开始，在台大体育馆的后台咖啡，邀请大家共下来。韩国亚总转是推荐给大家，今日要感谢两位先生，谢谢两位老师今天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谢谢老师。好，我想今日节目谈到无公演哈，故说就等大家听我一家去谈演奏会啦。当然，好嘅专辑、好嘅音乐，大家共下来支持哦。今日呼起来咧 ，Rita 同大家分享到呀，等下去谈谈欣赏来做运动了，上来了。